Let me wrap up by saying a few words in Cantonese. 親愛的新加坡同胞們，現在嘅第4代人民行動黨領導人，政府已經唔似以前嘅人民行動黨政府啦。現在的政府在治理水平同辦事能力都好似有咗好大嘅退步。更重要嘅係不能體恤民情，只會加重人民的負擔。前進黨認為我哋可以通過政策改善人民嘅生活，但行動黨卻不以為然。大選之後，人民行動黨仍然會組織下一屆政府，但係我哋需要更多的反對黨在國會發出不同嘅聲音，探討更好嘅政策，幫助新加坡人實現更好嘅生活同前程。如果你認為前進黨能為你貢獻一份力量，請多多支持前進黨，請投前進黨一票。多謝大家。